疫情解封以后，由建新生机等单位协办，淡市市立时尚美学管理协会所承办的台南国际创意美学设计公益比赛，在南区公所的指导，19号正式在南都里活动中心展开，包括围裙设计、手袋啊以及面纸壳啊等生活文化创意用品，拢一一参赛，手艺有够赞。另外，现场也阁有手工精油灰做的创意比赛，用同款的材料要发挥不同的变化。加上行动科技美容等5组比赛，总共吸引90几个选手参加，除了互相交流，嘛伫专业评审的鉴定，提升家己的技术，为第2专场甚至创业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我们办这个活动是帮这些我们爱美的人士或想要学第2专长的人，他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的比赛成果。那最重要，我们这次今天有办的科技美容组，还有我们精油皂的社区组跟社会组，还有一些文创的一些商品。中西式新娘，还有我们的异国服装，有4个国家来做一些他们的国服，来帮他们做一些走秀，然后带动我们整个新住民这些弱势的族群呢，帮他们提升，也是在市场的一个竞争力。整个创意美学比赛除了吸引社会组，也阁有来自泰国、越南、印尼等新住民来参加，总扮演各界特色服装来走秀，成为一大焦点。很多好姐妹也透过这个协会，她在工作上面得到的第2春。因为她自己已经有一个专业的，而且有技术，所以在这个工作职场上面，她们能够自己发挥出来，那也受到很多人的肯定了。台湾丰富的国际创意美学设计比赛，议员林美燕甲一个民代贵宾嘛拢到场见证这群美丽团队，呈现的就是自信活力，用技术甲实物结合，创造就业的第2春。今日新闻本集采访报道。